阿根廷受到通货膨胀加货币危机的影响，产值率是愈来愈悬。有一个加头章的师傅伊用谱仔记录伊30外冬来，大概帮人客加头章的记录，嘛清楚会当看到阿根廷通货膨胀的历史。67岁女本数十年来拢共款坚守伊的美发店，伫伊店内高高一台谱仔是伊30多年来每一摆为人客剃头毛的记录。为1991年到2013年之间，剃头毛的价值为15比索，称价3000比索，意外见证阿根廷19900趴的通货膨胀的历史。Es una crisis larguísima, larguísima. O sea, no ha tenido un atenuante, o sea, ha ido cada vez peor. 这30多年期间，国现今总统费南德兹所带领的左翼政府通货膨胀速度上紧，为2019年12月上旬以来，物价起的差不多757%，严重打击民众的薪水甲买物件的动力，将近4成个人的生活伫个产车变现是真艰苦。Yo pude comprar mi primer departamento en el año 89 en $23,000. Hoy un departamento de esas características no baja de $120,000. 高通膨、货币危机，也有产车率一直升悬，好住伫街路的人是愈来愈多，数千人伫5月行去街路抗议政府毫无作为。费南德兹伫一篇的批评声当中，也确定未寻求认真。最近阿根廷初选结果已经出来，各要伫今年10月2日总统大选投票，民众怒火推升继续一间议员米雷兹的声量，以主张废除阿根廷央行，搁放弃比索，改用美金为主要的货币。